力神。大家好，歡迎收睇 J Daily 娛樂新聞台。大家記得訂閱，睇到最新娛樂資訊。今日我哋要講講呢一陣好有話題性嘅前港姐最上鏡小姐袁嘉敏 Candy。現年41歲嘅 Candy，自從舊年2月宣布結束1年幾嘅英國生活，回流香港之後，生活可以話係過得越嚟越精彩。最近 Candy 咧就喺小紅書分享咗一段去東京旅行購物嘅新片，片中見到佢狀態非常好，而且出手相當豪爽。Candy 咧喺片中憶述，當年佢決定去英國生活嘅時候，為咗減省行李，忍痛變賣咗6至7個名牌手袋。如今回流香港，生活穩定落嚟，佢直言非常懷念以前嘅生活模式。所以今次喺東京決定展開報復式購物咧，最吸睛嘅係佢豪花咗港紙5萬幾蚊買咗一個 Chanel 手袋。呢份財力確實俾唔少網民驚嘆，原來 Candy 近年嘅吸金力真係唔可以睇少。到底 Candy 平時係靠咩維持咁優渥嘅生活呢？其實除咗間接拍廣告，Candy 近年將主力擺喺付費訂閱平台 Patreon 上面。佢早前已經宣布唔再喺 Instagram 免費派福利，想睇佢嘅最新靚相就要付費。Candy 嘅 Patreon 會費定喺每月785港元，雖然門檻唔算低，但依然有好多粉絲捧場。據觀察 ，Candy 約3至4日就會更新一次，內容包括性感內衣、日本浴衣，甚至仲有一啲中門大開嘅大尺度靚相。我哋根據平台上嘅數據，見到 Patreon 上嘅貼文平均有40至80個點讚。喺訂閱制平台會點讚嘅通常都係付費會員。若以保守估計80名會員計算，每月最少進賬6萬幾港元。除咗網上賣相，回流後嘅 Candy 亦都積極開拓內地市場，頻頻獲邀到內地登台表演。憑住當年電影《鴨王》累積嘅高人氣，佢喺內地依然非常之有市場。呢幾份收入加埋，難怪佢可以買名牌唔走遠。回港之後更加入住南區嘅海景新居，生活質素甚至比以前更好。睇緊呢個片嘅大家，平時返工壓力大，飲食唔健康，休息唔足夠，好容易影響男士床上表現。有冇試過狀態唔好，好易放煙花，又或者需要上陣時提唔起勁，唔想有尷尬情況，或者想提升表現，記得選用力神50倍濃縮秘魯黑瑪卡。力神品牌係香港男士保健品專家，呢一款係萬寧同店濃縮度最 top。J Daily 小編親身試過，只係食咗1盒，1個月未到就已經精神滿滿，瞓得好好，好有活力慾望。做起事上嚟咧都特別有耐力，食夠3個月咧就連身體個底都打好埋。推薦俾睇到呢條片成日都需要用嘅你，有咗佢可以幫你加強機能，表現發揮都好啲。而家咧仲有全新包裝咧，正式登陸香港萬寧，第一次首先試下1盒體驗嘅。如果覺得 OK 嘅，買3盒裝咧，一個療程效果會再好啲。力神50倍濃縮秘魯黑瑪卡，萬寧有售。認住力神呢個名就得。咁對於轉戰 Patreon 賣性感，網民嘅反應又係點呢？目前網上嘅聲音主要分為2方面，一方面有唔少網民表示佩服，佢哋認為 Candy 非常識得利用自己嘅身材優勢，喺唔再年輕甚至淡出娛樂圈嘅時候，依然可以憑一己之力創造高收入。有網民留言話：人哋都要生活，既然有 fans 支持，開收費平台係天經地義。但另一方面亦都有部分網民對700幾蚊港元呢個定價感到驚訝，形容係貴到令人卻步。特別係連登等討論區有網民質疑喺鴨王已經睇過嘅情況下單靠硬照係咪真係值呢個價呢？不過數據反映咗一切，雖然有人嫌貴，但依然有穩定嘅粉絲群願意付費。呢反映咗一個現實 ，Candy 成功鎖定咗一班高品質、高消費力嘅忠實粉絲。佢哋買嘅唔單止係一張相，而係一種對女神嘅支持，同埋睇到未公開私密生活嘅優越感。另外被問到身材 ，Candy 之前喺 ViuTV 晚吹當中訪問，當時面對主持單刀直入嘅提問，Candy 表現得非常大方。佢親口強調自己全身由牙齒到身材都係全天然，完全冇加工，甚至叫主持可以去問下當年嘅合作伙伴吳君如。喺訪問中 ，Candy 亦都流露出感性嘅一面。佢坦言喺演藝圈工作多年，經歷過唔少辛酸。包括以前喺內地登台時，曾經遇到過一啲不禮貌嘅對待，或者係被抽水，但佢每次都選擇堅強面對呢一種靠自己唔認輸嘅真性情，亦都令唔少觀眾對佢改觀，覺得佢係一位非常努力生活、非常有態度嘅女藝人。回顧 Candy 呢2年近況，由遠赴英國到而家回流香港，佢經歷咗唔少轉變。喺最新呢一段東京旅行片中，可以睇到41歲嘅 Candy 比起以前多咗一份從容，亦都更加識得錫自己。佢用自己嘅經歷話俾大家聽，藝人未必一定要喺幕前大紅大紫，只要揾到適合自己嘅路，一樣可以生活得好好。睇佢而家隨手買個5萬蚊嘅 Chanel 手袋，呢一種財富自由確實俾好多人羨慕。大家又點睇 Candy 呢一種轉戰付費平台嘅生活方式呢？如果係你，又會唔會考慮課金支持佢嘅全天然靚相呢？歡迎喺下面留言分享你嘅睇法。如果你中意呢條片，記得點讚、分享同訂閱 J Daily 娛樂新聞台。我哋下期再見。